發現一件好奇怪嘅事？明明你冇害人，又唔爭唔搶，冇搶人哋個位，亦冇得罪邊個，但喺某啲關係裏邊，偏偏你就係容易俾人針對，俾人冷處理，俾人睇唔順眼。你會唔會成日檢討自己，諗自己係唔係邊句講錯咗，邊度唔夠圓滑？你會開始懷疑，點解我唔爭唔搶，反而仲要被人欺負？但如果我話你知，等你真正睇明呢件事之後，你唔單止唔會再內耗，仲會開始變得幾難俾人整傷，幾難俾人消耗，幾難俾人拉落嚟。因為真相係咁，你被人針對，好多時唔係因為你做錯咗乜，而係你被人妒忌，因為你活得比對方舒服。可能你情緒穩定，心唔亂，唔使討好，唔使擦鞋，都可以將自己嘅日子過得好。呢樣嘢對於嗰啲內心好空虛嘅人嚟講，唔係優點，而係刺激。你一出場就好似一塊鏡咁，直接照出佢自己有幾焦慮，幾冇底氣。但係佢哋會唔會改自己？唔會㗎，只會向你出手，陰陰濕濕笑你，暗中比較，特登忽略你，甚至聯手孤立你。一切都只係為咗令佢自己感覺冇咁差。尤其係嗰種要靠小圈子生存，靠踩人揾安全感嘅人，最驚就係你呢種唔使迎合人都可以活得好好嘅人。所以佢哋心裏面會爆出一句：你憑咩可以生活得咁自由自在？但我希望你記住一句，人哋嘅惡意唔係你嘅功課，係佢哋自己㗎。你唔需要縮細自己，更加唔需要為咗俾人中意而將自己磨到圓滑。你只要企穩，遠離佢哋，活得更好，離開嗰個圈層，向上提升自己。當你同佢哋嘅距離一拉遠，當初針對你嘅人就連埋你新嘅資格都冇。